好，第一條我哋會化簡指數，咁我哋望下有個 beta 零次喎，咁同學記唔記得條公式啊？咁其實係會等於1㗎，得唔得 ？alpha 零次、beta 零次都係1，所以你將佢變成1。咁 alpha 乘1咧，咪即係 alpha 咯，所以其實佢左手邊得翻 alpha 喺度嘅啫，因為 beta 零次係1，咁 alpha 乘1就係 alpha。好，到右手邊啦，咁右手邊咧你要將佢分個5次方俾佢，咁5乘-2咧就係-10，4乘5咧就係20，所以我哋就會好似乘嘅咁樣乘咗佢。好，我哋加翻個括弧啦，咁知道全部都乘嘅關係。跟住你見到-10喎，-10咧我哋會掉去下面，由上面掉翻下面，變做正10。好，其他嘅照抄 ，alpha 照抄 ，beta 20次都照抄。好，咁你發覺啦，而家處理嘅就係 alpha 啦。咁 alpha 10次喺下面 ，alpha 上面有1個啦，咁即代表 alpha 1次。咁10係比1大幾多個啊？大9個，所以有 alpha 9次喺下面，因為上下會約剩咗9個喺下面。咁 beta 20次咧，繼續都喺上面啦，冇變過。好，到第二條啦，咁我哋要化簡。咁你見到今次有2個分數啦，咁我哋分母係唔同嘅，咁我用翻小學嘅方法就通分母。咁你見到啦，原本係4h 減7，咁佢就乘翻隔離嗰個，所以上下乘6h 減5。咁呢個要加翻個括弧俾佢啦，4h 減7乘6h 減5。咁相同地咧，右手邊都係乘翻左手邊嘅分母，即係4h 減7。咁你記住一定要加括弧啦。咁而家2個分母咧係相同嘅，都係有4h 減7同埋6h 減5乘埋佢。咁跟住我哋做嘅嘢就通分母啦，分母一樣咪寫翻同一個分母咯。咁我哋可以同時拆埋括弧，2乘6h咪12h，2乘-5係-10。咁要小心啲有個減喺度嘅，所以我哋諗成-3，得唔得？-3乘4h，咁就-12h。-3乘-7啊，咁就係正21。好，咁差唔多計完嘅啦。咁我哋繼續照抄分母，分子化簡12h 減12h咪0咯。咁-10加21，咁你讀計數機又好，心算都好，就係11啦。所以最尾答案就係呢1個啦。好，第3條 A， 咁你見到啦，有3嚿嘢啦，同埋見到 R 2次 S 2次。咁其實你可以用十字相乘嘅，諗成 R 乘 R，S 乘 S。咁之後你就可以諗下6係咩乘咩係6，28係咩乘咩係-28。咁即係用十字相乘。咁十字相乘，如果你覺得麻煩，其實可以用計數機嘅 Formula 01。咁要用 Formula 01，你要搞清楚 A、B、C。咁 A 係6，B 係-13，C 係-28啊。咁我哋等計數機就入翻呢3樣嘢啦。好啦，咁大家都識Formula 01嘅，咁我哋再嚟多一次啦。咁撳 FMLA 之後輸入01。好啦，咁啱先講啦 ，A 就係第一個就係6啦，咁之後撳 X2，咁跟住入 B 就係-13，之後撳 X2，跟住 C 就係-28，咁跟住撳 X2。好啦，咁你見到答案係3.5啊，咁你就唔可以寫3.5嘅，我哋會變成分數，咁 Shift ABC，Shift ABC， 咁就係7/2，咁你記低佢先，7/2。好啦，咁撳多一下，一樣都係一個小數，仲要係循環小數，用翻頭先嗰招 Shift ABC， 咁就係-4/3。咁頭先我叫你記低2個分數，咁我哋將會用噶啦。好，大家見到啦，用Formula 01我哋揾到2個 X 嘅答案啦，就係7/2同埋-4/3。咁我哋目標呢，其實你知道用十字相乘又好，Formula 01又好，其實我哋目標係將佢做因式分解，即係變做乘嘅關係。咁我有2個括弧啦。咁第一件事，我哋將個分母寫先，將個2寫先，將個3寫先。好啦，咁你望下啦喎 ，A part 你見到有 R 2次喺最前面 ，S 2次喺最後面，即係代表佢有 R 乘 R，S 乘 S， 所以補翻啲 R 喺前面 ，S 喺後面。好啦，跟住最尾我哋睇分子咯喎，咁你見到7前面冇寫，即係正7，咁我寫翻個+7。
咁記住加七呢，呢度唔係寫加七，要相反嘅，所以用計數機都有啲代價嘅。加七調過去變減七，減四呢調翻轉變加四。咁最尾答案 A part 就係呢個啦。所以用計數機要小心啲，就係先寫分母，跟住寫翻啲英文字母。今次有 R 同 S 嘅。咁加七呢就變減七，減四就變加四。咁呢個就答案啦。好，到 Part B 啦。Part B 你發覺同 A part 有冇關係啊？係有㗎，因為後面嗰三嚿根本就係 A part 嘅答案，所以我係嚟抄翻個 A part 喺後面。咁你見到啦，我抄翻 A part 嘅答案啦，呢個 A part 嘅答案嚟嘅。咁記住前面有加號嘅，得唔得？咁前面嗰兩嚿我哋都可以抽㗎喎。4同14可以抽啲咩啊？大家知啦，係抽個2出嚟。咁你用翻中二教嘅因式分解，2乘2咪係4咯，2乘7咪係14。咁照抄翻個減。咁跟住做完未啊？咁梗未啦，我哋繼續抽。你發覺前面有 2R 減 7S， 後面都有 2R 減 7S， 抽佢出嚟。咁剩翻低，記住用中括弧代住佢啊。咁剩翻低係咩啊？就係2再加括弧3R 加 4S。好啦，咁我哋出答案啦。咁最尾答案就係前面照抄 2R 減 7S， 後面因為佢係前面一個係1嚟嘅，咁1乘以 3R 加 S， 所以咪照抄咯。2加 3R 加 4S， 咁呢個就答案啦。好，到第4條啦。咁你見到我哋今次係做主項變換，咁今次嘅主項係 A。咁你發覺今次個麻煩地方就有個分母喺度。咁個分母我哋調過去乘呢，小心啲啊！我哋處理咗個-2先可以調過去乘嘅，因為-2阻住佢，所以你將-2調過去變正2。好，得唔得？將-2調過去變正2，再將個除 B 啊嘛調過去，而家先係乘 B 啊。咁記住加個括弧，4A 加2。好，跟住我哋就好似平時咁樣做，將佢拆括弧，咁就係 4AB 加 2B。好啦，咁差唔多做完嘅啦。記住我哋要 A 做主項，所以將 A 有 A 嘅搬去左手邊，再將冇 A 嘅加3調過去變減3。好啦，咁你就計到 5A 減 4AB 等於 2B 減3。好啦，咁我哋見到左邊有A 喎，咁我哋就抽佢出嚟，抽出嚟剩翻咪剩翻5，再減 4B 咯。咁最尾答案呢 A 就會等於 2B 減3。記住啦，呢個係乘嘅關係 ，A 乘5減 4B 調過去就變 A 除以5減 4B， 得唔得？乘調過去變除，咁呢個就最尾答案啦。好，到第5條啦。咁你見到 A 嘅坐標係10同6啦，咁 A 要原點 O 逆時針轉90度去到 B， 咁我哋不如畫翻幅圖先。好啦，咁你記住畫翻個 X 軸啦，打橫打直就 Y 軸，咁中間個點呢就係 O， 咁 A 呢16大概呢個位置，咁記住 A 我要逆時針喎，咁逆時針你望下個鐘啦，咁順時針就係向下，逆時針就係向左。所以本身佢係打橫瞓低嘅，咁就變翻打直噶啦。所以呢，呢個就係 B 嘅坐標。咁 B 嘅坐標呢 X 好明顯就係負啦，咁係短啲噶嘛個 X， 所以就係-6。咁個 Y 坐標呢就係正嘅，咁就係10啦，得唔得？所以 B 嘅坐標就係-60。好啦，咁我哋揾完 B 就揾下 M 啦。M 係 AB 嘅終點喎，終點咪即係中間點咯。咁終點呢係有條公式嘅，大家仲記唔記得啊？兩點嘅中間條式係 x1 加 x2 除 2，y1 加 y2 除 2啊，相加除2。好啦，咁我哋就用翻 A 同 B 嘅坐標啦。咁 x1 就係10啦，y1 就係6，x2 係-6，y2 係10。咁我用翻條式啦，咁就係10加-6除2同埋6加10除2，咁 M 嘅坐標就計到噶啦。咁你篤計數機又好，心算都好。咁 X 坐標係2，Y 坐標就係8，所以 M 嘅坐標就係200。好，咁 Part B 啦。咁 B 同 M 嘅坐標揾到，佢問你 AB 同埋 OM 係咪垂直啊？咁你幅圖你可以睇一睇啦。咁你話好似垂直喎，但係你唔可以話幅圖畫得似啫。咁你就要用翻我哋條公式。如果兩條線垂直嘅話，佢哋斜率乘埋會係-1，乘埋會係-1，所以你會計 AB 嘅斜率
同埋 OM 嘅斜率。好，咁斜率條公式大家記住啦，兩點嘅斜率呢，咁就係 y 喺上面啊，y1 減 y2 over x1 減 x2。所以你計 AB 嘅時候呢，就係6減10，見唔見到 y1 減 y2，再除翻10減負6。咁你化簡完就負4 over 16，咁即係負1/4啦。咁 OM 嘅斜率我哋用翻 O 嘅坐標 ，O 係00啊，M 就係啱啱揾到嘅200。用多一次 y1 減 y2，咁你可以用翻0減8啦 ，over 0減2，咁就係負8除負2，咁就係4啦。跟住我哋就用翻頭先所講嘅兩個斜率乘埋佢，咁你發覺，咦，約完個4之後真係負1喎，所以我哋可以寫翻啦。咁你照抄翻啦 ，AB 垂直於 OM， 又或者你可以用符號 AB 垂直，其實有個符號嘅就係 T 上下調轉啊，T 上下調轉，咁都 OK 嘅。